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红龙独家提供便宜。朴珠珠大口股，喺呢度二松生快地度啊，看到好大口感应，你要安樣很記得。不過唔知大家有想過麼？了到朴珠珠感應啊，記得到喺呢個社會地度。面對單一嘅獎嘅標準嘅框架之下，佢哋要受到讓人嘅歧視。啊，配又係讓人來讓享佢哋嘅性格，讓享佢哋信心嘅空間，佢哋又係讓人來看待佢哋自家嘅身體咧。透過今日嘅紀錄片，都有社會嘅生存之道，我哋來看了解朴珠珠嘅社會，佢哋係讓人勇敢來挑戰主流嘅獎。等一下，來看一下。大概了，不太急啊。等一下吗？啊，等一下。天哪，你好主播、哦！好来了，3、2，大家好，我们是肉蛋甜心，我是玛丽，我是 Amy。就是有好一段时间没有新增影片，但是这个影片一新增就来跟大家讲一下一个严肃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抱着自己的脆弱，一直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往前走的。如果不是我这个身材的话，我不会那么在意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不一样的人。最能代表应该是这个，大家都只会讲说那个金鱼看起来太瘦了吧？我说不，金鱼的体积很大，你看前面还有一艘船吗？小小的船，然后有一只金鱼。肉蛋甜心是我们希望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去跟大家讲胖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人生目标不在于要成为一个很美的人，但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过得很自在。我觉得胖的人就是只要把头发烫卷，梳这个头，看起来就会像阿嬷，就是要小心啊。哦，我国小的实习大概都是这个造型，米粉妹。上国小的时候，我怎么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然后小朋友从旁边走过去的时候，就会开始说啊，他穿不下衣服。对，就是后来就开始有点不喜欢自己的身体。我小时候长得这么灰扑扑的，你看都穿黑色的 T 恤。我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之后，我就设计好自我保护的3方案，就赶快先去找朋友，赶快让自己不要太突出，然后赶快成为一个好笑的人。我也不太喜欢直接表达我的意见，因为假使我的意见跟别人不一样，他会更容易拿我的身体来攻击我。猪啊、金鱼啊、乳牛啊、母牛啊等等的，反正体型很大的动物都很容易变成我的绰号。如果你吃那个，好像还可以，是否可以再甜一点吃看？不要吃太多了。有些都是用五花肉，那些就不太好啊。我们现在公司大家也在联合减肥。是有比赛吗？是啊。大学的时候，你还记得寒暑假回来你都会带我去减肥吗？我觉得有一次减的太就是努力的太过头了，结果就会开始心悸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身体变得不是很好，然后就没访问别人。没有，因为从小胖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你觉得很焦虑呢？你会觉得很紧张，或是不是就没有照顾好？你知道吗？就小时候的时候就会认为说胖不是胖，长大就会好。会有这个感觉，所以你有受到旁边什么压力吗？阿婆是不是会念？会。怕我找不到对象？会。
有啦，你说有没有自责？有。想要小时候为什么拼命的养呢？认真的吗？对啊，认真的。就是不会，你要想，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身体，我没有办法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是啊，在前面总是痛苦的。我把那种瘸子后来懒得弄。你快带回家。那你没有要喝咖啡吗？没有啊，可是我想喝饮料。我有意识以来就已经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然后那个不一样不好，就是我走在路上就会有人笑。路人的异样眼光其实有，因为其实那个眼神蛮直接的啦，我就是很张大眼，想把他看回去这样。他瞪完他之后就来跟我邀功这样。啊，就是我有保护你哦。对，他说欺负我。啊，对我爱的人只有我可以欺负。最常听到的就是我因为没有男生喜欢，所以才跟女生在一起。可是不是啊，有人心疼你的受伤。我觉得哎呦，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好。你可以说一下他什么地方最吸引你？很性感呐、而且我很喜欢的是，我们可以聊各种议题。我今天就觉得胖胖，我也很喜欢，就是他的人啊。18年的时候，有一张照片，就是被翻出来，有点像是黑粉海罐。那我的内文其实是在讨论说，不一样的人其实会有不一样的空间需求。当你有不一样的需求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被看见？但是后来因为被转贴出去之后，就有非常多不一样的人就会跑进来，大部分都是用那种很负面的描述的词汇攻击我们。我在做落难甜心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他们后来不只是攻击那张照片，他们开始就是会翻我们其他的照片，然后也都说得非常难听。每一则贴文都是在嘲笑你，你也很难不往心里去，因为他笑的就是照片上的我跟 Amy 两个人。一直以来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身体，不开心的怨怼感也会跑出来。我是真的很蠢，所以每到一个通知出现的时候，我就会去点，脑海里面都是我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啊，我凭什么这样子让你们羞辱我？你已经很努力。当我开始有勇气回头看的时候，那事情大概是2、3个月后的事情了。那天其实真的是雪片般的飞来，就是我的朋友是大概5、6个一直丢过来，他说：“哎，你怎么会这样？就是你们的照片被盗了什么什么的这样。”厂商那时候我们去跟他协调的时候，他是说他们有看我们的粉丝页什么的，我就觉得在说谎。我那时候真的想不要做的，我为什么要站在这边让你们羞辱？基本上广告商是没有办法管理他们做任何投放的资料的，所以就是那个中国广告商在网络上收到我们的图片之后，就想说，这应该是公开照片吧，然后就改了照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这样被欺负，然后又没有办法做一些什么。我觉得我那时候并没有办法跟 Amy 在同一个状态里面，甚至没办法拍拍我自己，也忘了拍拍她。这件事情，我们的不一样的面对方式，让很多后来的事都会有点卡卡的。Hello， 玛丽，来，欢迎，请进。
其实那时候我是有事要跟你联络，所以才又上你的，又在联系，再 update 一下，发现说哦，原来有这件事情，应该对你来讲应该是很，但是我有感觉到好像其实也没有很想要多谈了。哎呦，情绪来得很突然。我了解。事情发生的当下，其实我的状态是立刻变得很防卫。我第一个回应其实是跟粉丝讲说，不要觉得受伤。如果你觉得受伤的话，就把那个我们的粉丝页先停掉，没有关系，先不要看。我觉得是会让我们想到，就是以前被攻击的那种，就小时生长过程中被攻击的状态。对，然后是很感觉是没有办法反击的。小时候的衣服大部分都是黑的，然后后来长大之后，看我现在拉出来，几乎都不是黑色的衣服，因为觉得可以了。I hate sport。我穿这种 T 恤，100%都要改这个领子，因为大部分的这种衣服的领子对我来说都很紧。这样子要改短，差不多卡整一半就好啊。对啊，你看伊穿短吧。好，水无看瘦。所以阿姨讲这句话一定要甲学者。阿姨讲人看水无看瘦。对啊，这个重点。真的，好，安尼我来走啊。阿姨拜拜，拜拜。我觉得对于胖到你很难买衣服的状态下，你的泳衣就会更难买。所以那时候买到了这个泳衣，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这样子。对。有时候会不喜欢上游泳课。不喜欢，因为不喜欢让身体被看见，所以不喜欢游泳。我以前每天都在咒骂自己的身体，就是这个肚子为什么那么胖？如果可以不要这个东西就好了。对，但是你不要的可能都是你自己的某一个部分。他小时候被霸凌这些，他从来不跟我讲。这个我们跳过吧。没自信，而且他都笑笑带过，你又觉得他很开朗。但他后来他跟我说，其实那段时间他很不开心。但是就是他后面他强壮起来以后，击不垮他了，所以他现在理直气壮。至少他有自信啊。决定要做身体的论文之后，我才理解我过去到底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包含承认我很讨厌自己，也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有转变。对，我现在在同志咨询热线工作，我觉得在热线里的特别是会被赞扬的，是会被鼓励的。一般的话都是，比如说我们是不要。我以前都以为只有像我这样子身体的人才会对自己不自信。后来我接触了很多，尤其是女生，发现不管我看着她们是怎么样子的形象，她们总是找得到自己不舒服的地方。为什么这个社会要用？我觉得不是放大镜，是显微镜去看每个人的身体。现在的我比较拥抱自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不应该喜欢自己的样子，可是我觉得现在是我比较喜欢自己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个性差别非常大，非常大。我的个性就是我需要你主动说下明确的指令，你的个性就是我没办法主动说，我没办法下明确的指令。这个就是最麻烦的地方。是。所以其实好，我再跳出来讲。所以其实你今天讲说，如果这个品牌结束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是一种做法。虽然我跟玛丽的那个成长的过程非常不同，可是我觉得在身体议题这个区块上面，可能没有人比我们两个更理解彼此。即使我们身边都有很爱我们的人，
可是他们可能没办法理解那种生命中很幽微的、说不出口，但是其实真的存在的事情。其实我至今就是我的个性也本来就不是那种很有行动力的人，所以一直非常感谢你。其实我们最后是没有选择提告的，对，不选择提告其实是有蛮多的考量。我们还是想要就是做自己现在最舒服的样子，这件事情从来不容易哈。然后我们会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并且尊重每一个做不同选择的人，希望大家可以在任何时刻，不管在你的实体生活或者在网络上，都还是要对人有一些基本的温柔跟温暖的心啊。对，那影片大概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我认识肉蛋甜心是我在大学生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很胖，就是大概是这样，就是因为身材，然后受到蛮多的不开心。好，我也可以尽我一点点的才能来协助这个团体。其实，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这种创伤或者是这种回忆。如果可以选择，你会让你的小孩是胖子吗？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社会不只刁难胖的人，如果你特别穷，甚至特别有钱，然后特别笨，甚至特别聪明，就是这一些其实所谓的特别的，其实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个点让你自己被欺负了。后来的回答是，如果他是胖子也很好，如果他是瘦子也很好，我希望他喜欢自己的样子就好。看出来我也是一个胖子，所以我看不太出来了。胖是我的一个自我认同，请不要随便的告诉我，我就是胖，这是我自我认同吗？就我永远都是最胖的那一个，所以好难取暖。然后今天就蛮短的，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其实是你们带给我一个启发，谢谢，谢谢你。一定还是会有各式各样的可能的攻击出现啊。除了先学会在那个浪头上的时候不要一直看那些负面讯息之外，秀秀跟包包自己这件事情可以还是做好做满，一定还是会再遇到。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很幸运的人，让我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好朋友，他们愿意跟我站在一起，这是我的胖带给我的礼物。我觉得胖带给我的礼物是让我看见大家的脆弱，我也比较有勇气可以当一个不一样的人。OK， 还有想要补充吗？没有，没有。不过真的谢谢啦，真的，感谢。差點就信奉大眾，差點就信自己不夠出眾，用僵化了的姿勢，機械那般複製。差點就這樣活下去，差點就找不到同類，用放彈裏的價值荒廢了這靈魂。框框的世界內藏我這種趣怪，如公式變相阿婆用脂肪面對折磨。框框的世界內藏我這種變態，如公式變相阿婆用脂肪面對折磨。胡亂大嗌，還亂瓦解用這姿態，自脂肪的世界。全是我這種趣怪，沒高低，沒有劣評，沒公式，沒有罪名。脂肪的世界，全是我這種趣怪，沒高低，沒有劣評，沒公式，沒有罪名。胡亂大嗌，還亂瓦解。
这就是今天的纪录片，这个多肉女子的生存之道哈。你知道吗？我看完这部片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泪流满面。哇，真是感触太深了哈。不过现在先赶快来欢迎你今感罗一比，开始来绕墙的是黑你纪录片地图界主角黑你界玛丽跟 Amy， 欢迎。大家好，我是玛丽。大家好，我是 Amy。哇，今天可以看到两位，我真的好开心哦。对，等一下可以好好的来聊聊天哈。天天跟绕墙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青少年的代表哈，其实对容貌、对性体也是非常的关注跟关心。黑马莎蕾谁理解宝宝跟蜻蜓。大家好，我是宝宝。大家好，我是蜻蜓。对，这就是青少年代表，坐在我们这边感觉上充满他们的青春活力的感觉。我坐他们旁边，感觉自己少了大概5岁。真的，欢迎大家来坐我这个位置。等一个绕墙改谁？你基本应该专家心理师，佢係馬莎莉，佢係依家瑜伽榮分享。大家好，我是瑜伽榮瑜伽榮心理師。耶，我们的心理师感觉上也是青春的代表。对，我们刚才看完的是多肉女子的生存之道，我相信这一部片大家看了都很有感受，但是我也相信在台湾有大部分的人其实不太知道原来我们必须关注这样的一个议题，因为这样的一个议题其实很少被讨论。我们不像其他的性别议题，很容易就被大家公开讨论。可是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的原因。我们今天就要来聊它，好不好？对，所以里面大家看到了很多的细节，很多的一个内容，但是有看到就是你们有一个肉蛋甜心，是对，要不要分享一下当时肉蛋甜心这样的一个身体议题的这个团体是怎么成立的契机？先来好了。好，我们其实一开始是一起合购衣服的朋友，对，然后我们都是在性别团体工作，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一些生活，因为胖子其实很难买衣服，所以一起合购衣服之后呢，变得比较熟了，对。然后其实在这几年间，我觉得我们也会发现校园会有很多的孩子会因为他的身材外形受到一些不对等的待遇，对，可能会被同学就是另眼相看或是霸凌，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可以一起做点什么，对，所以就组成了肉蛋甜心的团体，太棒了。对，因为台湾真的很少人去讨论这件事情，那我们觉得它应该要有人讨论，不管那个讨论是大家喜欢的或是大家不习惯的，我觉得那个好好讨论是重要，一定要有人说，那不如就由我们2个来说说看，这样子。对，虽然说现在这个已经结束了，对不对？因为当时在成立的这个过程，然后到后来，其实很多人响应，对，但是也有一些困难跟批评，是，对，好。不过就像是 Amy 说的，我们要有人做这件事情，他才有机会被大家讨论，对，才有机会被大家关注。刚好提到，其实对于校园也好，青少年也好，这部片其实受到蛮大的回响，对不对？宝宝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看完的感觉？我对捷运座椅那一段的印象蛮深的，因为我发现自己对于肉蛋甜心在那个捷运座椅的倡议也有一些存疑，然后我就仔细的在想说，就到底怀疑的点是在哪里？然后后来我想想，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常常听到各种对胖的偏见，说胖就是不自律之类的，所以导致心里有一种想法，觉得说，既然是他们不自律，那为什么我们要为了他们的不自律负责？可是讲出来以后，又觉得这样的想法很荒谬，所以对这段印象很深。对，他的感觉比较像是你们就胖啊，你们就要负责啊，有什么好讲？你们不自律，可他讲了之后就说，我好像坏坏的，我是不是有偏见？我这样讲他们对吗？他心里有矛盾，对。可是我知道宝宝在国1、国2的时候也曾经胖过嘛，对不对？跟现在比多10-20公斤有吗？20公斤左右。宝宝，你应该更能够理解玛丽跟 Amy 的心情跟感觉，因为你曾经经历过胖的时期，所以你内心还是会这样子矛盾跟摆荡，对不对？像我在减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该怎么说？我其实没有到非常讨厌胖的我自己，但我讨厌的是胖的时候会遇到的事情，就是就算我喜欢我自己，但是还是会受到很多来自身材的攻击，就感觉很矛盾，就像是在为了别人而减肥这样子。这种感觉是不是我很胖，所以我跟你不一样，所以我会受到攻击，所以我想要跟你一样，就是我就是要跟大家都一样，我是瘦的，我才会快乐。可是你在过程当中又不快乐，所以这边呢，我们有做了一些
调查，好，我们有稍微整理一下，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你可能不知道的胖子的生存之道，好吧？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念给大家听。这里有特别说到，在日常生活里面，好，就是放弃人多的电梯，进电梯的时候尽量的躲在角落。好，一般人我们好像没有这个感觉。你看，我觉得心理师从刚才开始到现在，他在我旁边很惊讶，对他很认真，啧啧称奇那种感觉。对，他在旁边说是，然后再来就是训练幽默技能，在团体扮演开心果。我为什么笑？是因为因为看着我很有感触，所以我发现我身边如果有稍微比较胖的人，他们真的很幽默我都觉得他们好好相处，真的是开心果，我好喜欢跟他们聊天。所以有可能是人际策略，的确，有可能。再来就是做事要很勤快，因为他怕被批评好吃懒做。对，像这个很瘦的就不会说好吃懒做，但一胖就说因为你那么胖才会这样，你好吃懒做。再来连恋爱策略也有。再来就是网络交友的时候要确保很熟之后才可以露脸。你们两个今天自己做效果，我觉得太有趣了。我们两个自己再来，在冬天约会的时候要用衣服把自己包得很紧。好，这个是我们访问一些整理出来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细节。但我知道。玛丽，你在特别有感，因为日常生活里面，像大众运输交通工具，你就有你的策略。是，所以我在台北是骑摩托车行动的，大概方圆30公里以内，我都会不辞辛劳的骑摩托车。对，所以你今天是骑摩托车来？我就是标在寒流中，还是硬要骑摩托车来。对，因为我做大众运输的时候，我就会在评估说2个人中间有个位置，那我绝对不会坐，免得我就是溢出去之后让旁边的人不愉快。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非常多的就是胖胖的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一直压缩自己，然后会一直想要避开很多的麻烦，然后就是其中一种。所以说到这 ，Amy 也是有一个例子，因为刚听起来她担心造成别人困扰，所以她就会先回过头来自我检讨。对，是不是？像我记得我之前去买床。就不讲是哪一间卖场的这样子，帮我去买床，然后那时候在尝试的时候，然后我坐着，然后我跟当时候的女朋友就一起坐在床上这样子，然后就是真的只是坐着，没有公共场合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事情这样子，结果后来那个床就塌了，就是它那个床是那种四方形，就是不是实木的，它是四方形的那一种，然后它一塌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想说戏就是怎么办呢？就是我就很慌张，你知道？然后后来我就我当下是愣住然后我当时我女朋友就拉着我，然后我们两个就往外冲这样子。怎么这么像连续剧剧情啊？真的。可是为什么要往外冲？对，这个就是呢，胖的人跟你想的不一样，因为我这件事情我。藏了很久都没讲，因为我很怕被通缉，你知道，就是在那个卖场就说此人要回来怎么的。然后我到大概3、4年后，我才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聊到这件事，我说我很担心什么。然后我朋友就像刚刚心理师问的，他说你为什么要跑？然后我说我为什么不跑？我说你是要我赔东西吗？他说不是，要是我不会跑，因为你们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你们不是上去跳或什么的，可他就坏了，那表示他们的品质很不好。然后我那时候有点恍然大悟我想说，对，为什么我太容易觉得发生问题就是我的问题，然后而没有去想到其实是床的结构的问题，甚至大到我们在看一些事情、社会事件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的其实是社会结构的问题，而不是只有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把私人化是最简单的，因为解决这个人就好了。对，你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他其实一直在检讨自己。对啊，对，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人际关系，宝宝这边其实也在国1、国2的时候有一些你自己的人际策略，对不对？因为我那时候有个偏见，就是说我会觉得说，好像漂亮的人做错事情比较容易被原谅。然后那时候对自己的长相很不满意，所以就会觉得说，像我这样比较丑又比较胖的人，就是至少个性要很好。所以那时候就是会养成一个，就是别人不管怎么开玩笑都不会生气的个性。哇，就是你要营造出我脾气很好。好，你看这就是他的人际策略，是蛮辛苦的。对，蜻蜓呢？蜻蜓应该不需要有这些人际策略，但是你也对他的故事很有感觉。
对，就是会从小到大，然后就从可能同学和同才之间就会了解到说，哦，就是也会觉得，就是他们比较肉人会觉得他们比较好相处，然后比较能开玩笑，然后可能像我自己的时候也是会无意间就不小心开到一些他们的玩笑，然后像电梯可能已经人满了，然后哔哔哔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最胖的出去啦，然后或者是打躲避球，就会说先打那个最胖的啊，就是会开一些玩笑，然后就是可能透过他们表情或同学之间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们受伤了，然后就是不能这样对待其他同学这样。对。心理师，你怎么认真在看故事？你看他们分享这么多，从日常生活、内在行为、态度，其实这个样的行为背后，我们隐藏的是什么？其实我刚刚很认真听大家的故事，我不对知道为什么头脑有一句话。胖就等于一个原罪，胖好像就是一个社会一个蛮负面评价的标签。可是胖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啊，就像跟瘦一样，它是一个形容词；跟高一样，跟矮一样。所以好像大家为了很努力的摆脱这一个原罪，所以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想到这个词，然后或者是摆脱这个负面评价，要做很多生存上的策略啊，或者是保护的策略，甚至我相信这件事情，只要你的身材或者是你的身体是这个状态，好像多少就会莫名不知道为什么有点自卑。比如说这个卖场的故事，就会让我觉得，好像事情一发生，我们心理学讲就会像内归因，就会很自卑、原罪，所以。我们就会要想办法在这里面生存，就会有很多刚才大家讲的一个策略。然后我觉得就会像心理师说的，我觉得慢慢我们就会有一种所谓的肥胖歧视。其实刚才听起来我们在欢笑中度过这些悲伤的日子，可是事实上这背后其实是有歧视的，但这个歧视是很幽微的。似是而非的，就是我们也分不清楚的那种微歧视，甚至可能罗小姐也可能常常做了这样的一个歧视，我自己不知道。好，那接下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样就是我们这边整理出来的，就是例如以自制力为名，常常会有人说，这个连体重都不能控制，你还能控制什么？这个是企业家曾经说过，大家相信吗？还有企业是以这个为招募标准，对，宝宝这个。表情，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超级不可思议。对，因为他曾经经历过肥胖，对不对？第二，以美丽为名，你瘦下来一定很好看，你瘦下来一定很受欢迎，这听起来很正面啊，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瘦下来才受欢迎？好 ，OK。第三，以健康为名，哇，这个好正当。胖很不健康啦，好不好？瘦下来比较好，你们要不要健康？瘦下来。那我觉得其实这听起来都很正当，其实仔细想，这是一种肥胖的歧视。好，我们就从自制力开始，这个很有感触，对不对？是不是？我觉得自制力可以看我们到底把它放在哪里。因为我们常常会把自制力放在，就是 maybe 有些人会把它放在单一的空间里面。可是其实老实说，我们今天，比方说我今天的通告是中午，我平常是睡到，因为我们的上班时间是下午，我平常是睡到中午的。可是我为了答应这一个录影，我早上就起床，那我是不是有自制力？我为了我的选择负责，我有自制力。可是大家不会去称赞这一个称赞这个特质，而是会讲说，哦，你胖，就是只是很直观很单向的直接说啊，你胖就是没有自制力。所以我觉得我会希望大家在听这句话的同时，他可以有更多的思考，而不是只有单一的觉得体重这件事情。好，你看这就是一个肥胖歧视。好，我们谈到第二个是以美丽之名，瘦下来比较漂亮。蜻蜓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可以分享，就是从国小啊那时候，上课的时候，那时候渡边直美刚很红嘛，对，好，对，老师就问他说，大家知道渡边直美嘛？然后她是不是很漂亮？就是表达他对她的欣赏啊，这样。然后大家觉得，会吗？就是大家不觉得就是肉肉的、胖胖的很好看？然后那时候就开始觉得，就是大家已经都把胖啊，或是这种稍微肉肉一点的词啊，都连接跟丑是一起的。然后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古文，就是纤纤擢素手，只会讲说，会让大家觉得说，就是很漂亮的美女啊，或者是大家很欣赏这些人，对，就是都是很瘦的啊，很苗条，对，就是
会让大家会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说啊，就是胖胖就是很丑这样。所以我们从古文就开始告诉大家了，好可怕。对，我们古文就先告诉大家，手要又白，又细，才是女生的手啊。这个手很丑，赶快藏起来。对。杨玉环都在哭泣，我想说我呢，我好保密的，我呢，我们应该活在唐朝，真的，对不对？就是很多人都这样跟我们讲，就是讲说哦，你 Amy 只是活不对时代，你活对时代的话，你就是个美女。他们会这样跟我讲，我都会说，no， 我活在这个时代，我也是这个时代的美女。对。刚才说活在唐朝，对不对？我觉得主流审美。大众眼光、社会框架，变成好像我们至少在我们的亚洲社会，好像变成一种文化共识，是不是？对不对？好，这个是以美丽之名，我们讲到健康好了。这个2位始祖是不是健康之名？对，没错。我觉得胖的社群啊，我们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可是你这样很不健康，你们为什么不改变？所以攻击胖这件事情变得很像是一种很直觉的反应。但其实，比方说像我朋友是工程师，然后他的工作时间超长的，对，我觉得他的这个状况很不健康。可是因为社会也会认为说，哇，那他很有产值，他促进了台湾的一些经济，然后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健康是不是就会被忽略了？是，对，我会觉得像是我们在讨论健康的时候，我其实蛮鼓励大家都好好的去思考，我跟我身体的关系，然后我想要怎么样的生活形式。但是我觉得在思考自己跟自己身体的关系，还有你在看待别人的健康的状态的时候，尽量要提醒自己不要用这种刻板印象去太快的下了评论。我觉得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评论别人，不管是善意也好，或者是关心，我觉得真的要很小心哦。好，这个是我们说肥胖的这个外貌所带来这么多的影响也好，歧视也好，霸凌也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过去几年因为全球疫情的关系，在台湾，就我们大家都要戴口罩。对，特别回到青少年，你看像青少年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人格的这个发展，或者是像是自我的探索，青少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但像现场的这2位青少年，他们这一段时期就经历了这个疫情，所以他们戴了3年的口罩。在那段期间，台湾有117万的青少年是这样戴着口罩成长的。那现在大家都不用戴口罩啦。对啊。他们其实不太敢把口罩摘下来，因为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心，对，然后他们就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容貌，进而产生更大的一个焦虑。现在的绕墙抬杠后，你看还会看一张故事，一张统法，这是蜻蜓的故事，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一起看下来看一下蜻蜓的故事。你猜三 K 经济的世界，你哥哥春晚的世界，听说一起。我是蜻蜓。因为疫情戴上口罩，各位同学要提前充腰，一定要练习。国中的那3年，我很少看到同学的脸，也很少看到自己的脸。你有看草莓以前是吗？2023年疫情解封，我升上了高1，但我还是每天都戴着口罩。朋友说我又不丑，干嘛这样？不管他们是安慰我，或是真心话，我都不想把口罩拿下来。耶！同学找我合照，我都会选用夸张的滤镜效果。我不希望看到我自己的脸。校园里，网络上有很多漂亮会打扮的人。他们却让我觉得自己很丑，压力很大。网络上流行拍挑战脱口罩的影片，我不敢拍。我害怕大家会说我脱口罩以后很丑。好希望有令人满意的外表，好希望自己更有自信。但是给咪个统法哈，讲的是蜻蜓的故事，对不对？刚刚看的时候，蜻蜓你是不是有一点点含泪的？就是真的蛮难过的就是再看到一次影片，然后就是再感受一次那时候那个压力跟那个心情，就会觉得蛮难过的。
其实今天要录这个节目，其实蜻蜓她在挣扎要不要戴口罩，其实想了蛮久的。是什么让你决定你今天不戴口罩？就是不要回来看重播就好。就是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他不会看。其实我们轻松一点说好了，我们在这个动画里面看到，像里面有讲到口纱，你们大家都知道口纱嘛？哈，我没有听过，刚刚才听过，刚刚才听过。我是听过背纱，背纱你们知道吗？对，背影杀手。背纱就是说，对，背影杀手就是哇。她看起来好漂亮哦，然后一转过来啊，对，只有背影还可以，对，那口纱就是戴口罩很漂亮。不过大家知道吗？你像是 Instagram 对不对？跟这个口纱也好，口罩相关的这个贴文就有超过60万则。在抖音里面跟这个口纱相关的这些关键字的这个点击率就超过5000万次。所以青少年其实关注这样的一个容貌，已经到达焦虑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很谢谢蜻蜓今天愿意来这边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就是你没有办法拿掉口罩，就是你现在有怎么样的一个我们说容貌焦虑的行为？好，就是第一个是就不想把口罩拿下来，然后我是不想照镜子，就是连看都不想看到，然后看到就会马上想要转头。然后第二个是比较在路上啊，不会想要跟人家对到眼，或是会想要绕很远路，然后走那种比较少人走的路。对。然后第三个就是会很严格的审视那些同学要发出去的照片，或者是人家标记啊，或者就是要把自己给挡住，或者是合照就要用那种很搞笑啊、很丑那种就是特效，然后把自己脸就是可以掩饰多少就多掩饰多少这样。然后因为就是会觉得自己很丑，然后因为一开始都戴着口罩，然后就会觉得就是也不用面对大家，但是后来因为解封了嘛，然后要拿下来，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你跟我想象中长得不太一样，就你的鼻子怎么那么大？你的脸怎么比较肉一点，比较大，或是有长痘痘？然后比较靠近的话，可能照镜子小小的镜子看，就会看到自己的粉刺啊、毛孔那些，然后就觉得那我还是不要看好了，或者是看到那些照片啊，或者是同学发出去的，我就会觉得很丑，就是可能当下觉得还好，但是可能过几天回去看，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要发，而且还这么多人按赞，你就会觉得好多人看到哦。对，然后就压力很大，然后就觉得很尴尬，所以我现在照片都是戴着口罩才会发，不然就是尽量可以遮一些角度这种。我第一次听蜻蜓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现在的青少年真的不容易。不过我今天是这样亲耳听蜻蜓说，其实我心里好心疼哦。我前几天在路上买午餐的时候，经过一个摊位，有2个青少年坐在那边，然后这个青少年就对这个青少年说：“我觉得我们班上的男生好丑哦。”结果他接着讲第2句话，他说：“结果拿掉口罩之后更丑。”然后我脑中就立刻想起蜻蜓，我就可以明白他经历的是什么这样子。对，我们能不能说这就是现在青少年非常明确的容貌焦虑？对，其实我很想说对，但是我又有一个担心。其实容貌焦虑啊，它是有一个光谱的，就很像是感冒也有分轻感冒、小感冒、快要感冒跟很严重的感冒。那当然，其实刚刚蜻蜓讲那个，我觉得就算某部分的容貌焦虑。对，那其实容貌焦虑有2个特质啦。第一个特质就是对自己有比较放大检视，或者是我们讲比较严重一点，就是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好像比如说我觉得我眼睛大，当然大跟小的标准因人而异，但好像这样子你就觉得很小，还是更大再更大的错误的认知。好，第2个就是有一些重复性强迫的行为，比如说你会重复性一直检查镜子。有些人的容貌焦虑像跟蜻蜓是不太一样的。蜻蜓刚刚讲的是说他不看，有一些人是会一直重复一直看的。但是刚刚蜻蜓有讲到，他可能会一直重复检查有没有人标注他，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容貌焦虑大概就涵盖这2个特质这样子。对，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想问那个老师跟心理师，就说，那请问一下，容貌焦虑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当然我们可以理解现在的青少年因为受到媒体的影响，一定有更加成的这个影响，但基础来说是什么因素？基础来说其实有3个，有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同侪之间的评价，对，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对青少年来说，同侪就是一切，对，同侪会比爸爸妈妈、老师还要来得重要。他刚刚说我把口罩
摘下来，同学就说为什么你脸肉肉的？对，他不是说妈妈，对不对？或者是对，但第一个是同才，第二个就是社会的风气啊，好像大家看到一些 Instagram 啊上面，好像每个人都长这样，哇，我跟他们长得不一样，就是这样好像就等于漂亮。对，那第三个当然虽然我们不是说同才很重要，但其实家庭也是很重要，因为毕竟我们每一个人认识世界的第一个场域都是家人。所以家庭他会就是一定会对你的身体啊、外貌啊、容貌啊，会有一些想法或看法。有可能他们并不是恶意的，或者是他们并不带什么动机。对，家长小时候他会期待你我不知道，可能要养得很好，所以要胖胖的。对，长大了不一样，你是半大人了，是好像要期待你要瘦瘦的。对，我觉得好像就是家长的期待会随着你年龄的不同会有一个改变，那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很混淆跟困惑。对，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对他的评价就是不要聚焦在外在，对不对？我们要聚焦的是这个人的特质，对不对？好，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大家？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哦。其实这看起来蛮容易的，但其实蛮难的。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下，生活中大家可以怎么做。对，然后其实有3个部分啦。第一个部分就是不要否定他们的焦虑行为。那例如焦虑行为就是他们可能会一直照镜子啊，或者是他们可能很焦虑。有些我听到青少年有时候很焦虑的时候，他看到食物的时候，他就问说：“这个什么热量啊？然后这会不会很胖啊？”然后妈妈可能就会说什么，他就会说：“不要想那么多啦，对不对？吃就对了。”所以不要否认他们的焦虑行为。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蛮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不要否定青少年的打扮品味。所以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他们很期待想要自己的样貌啊，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他可能会想要特别的发型啊，或者是特别的穿着啊。那接下来就是不要聚焦外貌，这就刚刚我有略说，对不对？对，所以不要说尤其是就是我们大家对于外貌好像就等于这个人的价值这件事情就会蛮危险的。比如说她漂亮就是有价值的，那漂亮是什么？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所以千万不要聚焦于大家的就是这个孩子的外貌。所以我们称赞的时候也不一定要称赞这个孩子的外貌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称赞他很多的特质，我们可以看见孩子的特质。我觉得这件事情比外貌更不容易。对，特质是很不容易的。我想补充一下刚刚那个打扮品味这件事情，就我也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很想找到自己的风格，对，然后就穿一些衣服，就是什么网袜之类的因为那时候喜欢朋克风，然后有想到把这边剃掉，但我最后没去啊。我有，我很长一段时间这边是光的，对，超帅。后来呢？然后后来就有一次在穿那种网袜之类的，然后我爸就看了我一眼，然后叹了一口气走掉。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天哪，这样很怪吗？然后我就是开始想，就是是不是别人看我也不是觉得说很酷之类的，是觉得这样看起来很早熟之类的。对，然后就很长一段时间没再穿。可是后来就有一段时间觉得说，就突然就觉得，拜托，这样明明就超酷了，好吗？对你，我觉得很棒哎，我觉得那是因为父母啦。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超喜欢看青少年奇形怪状，是我我很喜欢看到他们就很有自己的样子，很有自己的风格，我就会知道他们是有信心的。对啊，我的直接联想是这样，是有自信心，所以他们想要这样装扮，对不对？好，我想要补充一下，之前我看过儿福联盟有一个调查，然后他针对青少年的调查，特别青少女的回馈问卷里面有讲到，会发现年纪越大的青少女，然后他们对于外貌的那个焦虑其实是越高的。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可能就是逐渐的，我开始。比方说，我们开始国中，可能国小高年级开始接触网络，很多都是在称赞，或是一直在正增强而且是某一种外貌的，就是样子。甚至我们在想说，就是我们在看着那个 IG 上面，每一个人长得都。我想说，有些 IG 那种起床长得就跟我化完妆，就是而且是刚完妆那个时候长得，然后说你们怎么做到的这样子？所以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年纪越大的少女其实是会越焦虑的。你看，因为刚才 Amy 特别强调，就是说，其实这些青少女随着年纪的增长，焦虑是加成的。为什么加成？因为就跟我们现在的整个环境有关，尤其是现在的自媒体 Instagram， 对不对？社群媒体，每个人拍照身材都超好。
后每个人都滤镜，对你都分不清楚他真实的长相是什么，对不对？这也表示什么？现在其实医美是强力放送，你每天都可以看到非常多医美的广告，是不是？而且好像整形是风潮，在台湾呢，就是未满18岁是不可以进行就是非医疗必要之整形手术。对，不过你看哦，现在医美这么流行，对不对？当然一开始就是要先问一下庆婷，你会想要整形吗？会，就 OK 现在应该是我觉得鼻梁吧，像是垫鼻梁，就是鼻子感觉是一个脸让看，对，让看很立体的感觉。但其实我有微微的，就是小小整形，应该算是微整形，就是戴牙套的时候，就是有特别讲说想要让下巴看起来比较尖啊，还有鼻梁看起来比较挺一点，然后就特别打骨钉，然后拉的话就会拉比较明显。是，对。那你觉得像18岁是一个限制的年纪，你在意吗？我觉得其实应该也不用满18，就是可能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嘛，可能10几岁啊，或者是那种16、17，你就已经很明确知道自己要走什么路，或者是那种明星啊，或者是想要当那种模特这种，现在很多那种几万粉丝的那种 IG 网红，其实他们也很在意外貌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很明确知道自己想要走哪条路，或者是很明确知道自己什么风格，然后家人认同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啦，就是。好，这是蜻蜓的想法，他很明确。那心理师觉得呢？我也觉得整形是一个双面刃，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工具而已，就很像网络一样，你要怎么使用它嘛？是，对，比如说网络，你可以使用它，你可以用来抄别人的东西，还是你用来搜集资料？那我觉得整形也是，所以我觉得大家怎么看待整形这件事情，或是你整形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一样去垫鼻子好了，那大家可以想想感觉一下这两种描述的差别，一个叫做我想要让我的鼻子好看一点，还是我很不喜欢我的鼻子，我想要让它变得不一样。所以一个是你想要变成理想的自己，有点像是刚刚讲的理想的自己，还是你只是想要逃避自己的焦虑，或是沉迷依赖，或是追求，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心态。那如果当然是你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你做的这件事，我觉得当然是很好。但如果你是想要比如说为了这个焦虑啊，然后没有办法跟自己的焦虑共处啊，或是逃避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快速的手段。它就可以很快的逃离你的焦虑，所以我也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在我觉得整形的背后的议题，其实是说你能不能跟你的容貌焦虑共处。如果你能够共处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去整形，可是整形它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而不是说你很快然后就没有焦虑了这样子。是。听到关键哈，与我们这个容貌焦虑共处，对不对？要不然一有焦虑，假设我对我的外貌很有焦虑，我一有焦虑我就去垫鼻子，我突然觉得一有焦虑我去弄眼睛，我是说特别是针对外貌这边，对，所以我觉得这边其实我知道宝宝当时有容貌焦虑，然后所以我觉得特别提宝宝的例子，是因为宝宝也算是跟焦虑共处，然后现在算走出来了。我那时候走出容貌焦虑，我觉得跟一句话很有关系，就是那句话基本上我觉得救了我一命。就我看到一句话，它叫做聚光灯效应，就是说你在看你自己的时候，你会把你自己身上的缺点都放大，就像是有一个聚光灯那样。可是当你仔细想想，你就会发现，如果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效应，那就代表根本没有人有时间去注意你。然后这是真的，我就发现说，根本没人在看我啊，那我是在紧张什么？是，然后就直接好超多。他好像是那个瞬间，他就突然改变了哈，对不对？然后有些容貌焦虑就是你随着年纪的一个增长，然后你慢慢的学习自己共处，对不对？大家不要以为我们的于心理师就没有容貌焦虑啊，你也有对吧？对，哇，第一次要跟大家分享，从来没有分享这个故事，太棒了，在媒体前面，喜欢这样，独家。其实我之前有容貌焦虑，我记得我有一次是早上起来上课，来不及戴隐形眼镜，我就戴眼镜去学校，然后我记得我同学就看到我就说，嘿。你是于嘉荣吗？你怎么戴眼镜认不出你了耶？这么夸张吗？好像你是，而且一开始他是真的好像认不出我。是，但我觉得或许他这句话是中性的，然后可能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意味。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心里好像的解读或感觉是，戴眼镜我好像就很丑，而且戴眼镜好像就等于不是我了，就不等于我了。所以自从那一句话那一次之后，然后我
就再也没有在其他人面前戴眼镜过。对，我之前是真的有到容貌焦虑，我自己也觉得有的那一种。我要变心理师了，我想问一下，你花多久时间走出这个容貌焦虑？我从我大学到现在，应该也是蛮久。我想一下，暴露年龄，但应该还好，但大概会有个10年吧，至少，因为我工作就7年了嘛。我觉得至少有个10几年吧。那现在 OK 了吗？现在还可以，我印象中就还可以，但是其实还是有一点，还是会有点焦虑哎。但我现在就是还是有点紧张，不能说完全，我必须得真实的承认，我觉得完全有点难。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告白，就是告诉我们大家说，其实我们在从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其实是那时候算是比较严重的，会有一些在意外表跟容貌焦虑，然后一直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年纪，我们要学习跟容貌焦虑共处，对不对？哈，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大家可以来到这边跟我们聊天，好，去聊一个在日常生活里面非常需要被讨论的一些议题。也希望今天大家来到这边聊天，其实也是收获满满，对不对？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一定要喜欢自己最舒服的样子，从吗？哈，所以咧，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哈，希望你看睇今日嘅节目咧，你强容，我们要温柔跟温暖的心去对待别人。还有咧，遵从大家你冇强容嘅选择，了解你今日红龙独家嘅公便宜，你下摆见，哇，太棒了！谢谢，今天大家的分享都很棒耶。